老師，我好疑惑啊，點解儒學家經常講聖人，你又經常講聖人？其實係唔係你抄佢哋？咁樣交功課過唔到檢測㗎喎。豈有此理！我本身係學霸，使乜抄佢哋？叫你讀書要睇清楚文章脈絡噶啦。我講嘅聖人係要同幾種人做對照，先會凸顯出佢嘅獨特。即係點啊？我好亂啊！放心，點亂都亂唔過我發夢變咗隻蝴蝶，定蝴蝶發夢變咗我嘅道理。今日為師冇揾我鬧交，我有時間再同你講解一次啦。弟子洗耳恭聽。你知唔知道呢個世界有4種人？佢哋有唔同嘅處世態度同方法。 4種人？乜唔係得男人、女人2種人咩？我講嘅係按人生境界分成嘅4種人，同性別無關。係唔係有分智人同蠢人？睇嚟我係後者，講極都唔明。唔使心急，而家講俾你聽。第一種人係世俗精英，佢哋嘅才智足以做高官，品行係成個村落嘅榜樣，道德更適合做一國君主，工作能力有目共睹，獲得全國上下嘅信任，取得矚目成就，就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咁耀眼奪目，屬於人生勝利組。而呢啲社會精英，因為符合世俗主流價值觀對成功嘅定義，佢哋都會自鳴得意，好滿意自己嘅人生，好迷戀別人嘅讚賞，沉醉喺世俗嘅掌聲之中。我都好想成為呢種人啊！千祈唔好，佢哋只係活喺別人嘅期望之中，生命嘅意義都係由他者定義。就好似大葫蘆唔一定要用嚟裝水，用嚟做水泡都幾好啊！唔好俾世俗單一嘅價值觀局限咗自己，否則只會自困自苦。咁又係，話唔定大葫蘆仲可以用嚟做太空船添。咁第2種人呢？第2種就好似宋榮子咁嘅人。宋榮子就好似鍵盤戰士一樣，成日嘲笑世俗上嘅精英，覺得佢哋淨係識得爭名逐利。宋榮子好孤高嘅，成個世界嘅人讚譽佢、鼓勵佢，佢都唔會因此而變得熱血，又或者成個世界嘅人都責罵佢，佢都唔會因此而感到沮喪，因為佢清楚認定自我同他人係有區別，榮譽同羞辱都係世俗嘅聲音，絕對唔會委屈自己去成全別人。亦因為佢睇得咁透徹，所以從來唔會迫切咁去追求人世間嘅名利得失。宋榮子幾有性格啊！我都想成為呢種人啊！唔好，宋榮子有一個缺點，就係自我意識太過強烈，高傲咁覺得自己與眾不同，高人一等，所以鄙視全世界嘅俗人，以增加自己嘅優越感同存在感，即係自我感覺良好。明白，就好似啲雀仔中意嘲笑大鵬鳥做乜飛到9萬里咁高，以內心把尺量度別人，以笑人為樂。咁第3種人呢？第3種係好似列子咁嘅人，佢非常輕盈，能夠乘風而行，喺天空翱翔。但係15日後就要從天空返回地面。列子瀟灑自在，無拘無束，從來都唔會主動追求人世間嘅幸福同名利，稱得上係與世無爭。我都好想成為列子，唔使為名利奔波轉型，冇晒包袱，高度遠引，幾好啊！且慢，但列子仲未達到最高境界啊！因為佢雖然能夠乘風而行，免除行路嘅勞累，但係佢畢竟有所待啊！我記得佢就好似你講嗰隻大鵬鳥一樣，表面雄偉，
但需要等待承托佢嘅颶風先飛得起，有外在條件嘅限制。冇錯，列子內心對風有所期待，就會容易受外物影響。生命嘅主導權無法掌握喺自己手中，有風佢就高興，冇風佢就難過。記住啦，人有期望就容易失望，達唔到安時而處順、哀樂不能入嘅精神境界。人活喺世上，難免相互依存同制約，總希望以外在嘅功名利祿嚟顯貴同榮耀自己，向別人證明自己嘅價值。今就一直處於乞求他人目光同外在供應嘅被動狀態，其實都係內心有所期待導致嘅。做人真係唔容易啊！咁點先可以真正嘅逍遙啊？係啊，道家講嘅道需要長時間嘅精神修煉，冇得一步登天。而最高境界就係第四種人，就係你頭先提到嘅聖人，或者叫做神人、智人。但同儒家講嘅聖人絕對唔同。我講嘅聖人能夠遵從宇宙萬物嘅規律，任由天氣嘅變化，有風又好，冇風又好，都能翱翔於無窮無盡嘅天地之間，內心無執念，情緒無波動，唔需要期待任何嘢。換言之，聖人嘅精神世界先要做到無己。無己？要忘記自己，聽落好高深喎。冇錯，聖人唔會將自己同天下萬物作出區別。我係蝴蝶，定蝴蝶係我，都唔重要。完全超脫人世間對功名、事業、自我嘅執着。呢種無己嘅境界，使得功名利祿所依附嘅主體消失咗，但又唔會因為超脫而自我感覺良好，一切都係順應自然，淡然無為，追求榮辱不驚，萬物齊一。聖人由於無己，從來唔去追求功業同名譽，自然就能做到無功無名。喺呢一刻，內心係真正嘅無待，先係真正嘅逍遙啊！原來係咁，咁儒家講嘅聖人同道家講嘅聖人真係好唔同喎。前者希望拯救蒼生，後者希望超脫蒼生。孺子可教，呢種聖人嘅境界，只能喺精神嘅超拔同主體生命嘅淡化中開顯，能夠使人從執着於生死得失嘅悲哀中獲得解脫，能夠使人將短促而多挫折嘅個體生命融入無限嘅宇宙自然之中，從而體驗精神上嘅不死不滅、不憂不愁嘅永恆意義。你翻去慢慢修煉啊！喂，惠子，好耐冇見啊！最近幾好嘛？